群發祝福係咪冇人睇？新年祝福仲係度複製貼上，3分鐘，我教你整一條專屬 AI 拜年片。如果你用安卓機，只要打開瀏覽器，揾到 DeepSeek 官網個下載連結，裝咗佢就搞得掂。iPhone 都好簡單，打開 App Store，搜索 DeepSeek，點獲取就搞掂。首先，打開 DeepSeek，等 AI 幫我哋解決最頭痛嘅文案，整返個基礎版先，話俾佢聽年份、對象同語氣，1秒搞掂。但係咁樣仲未夠特別，關鍵係呢幾條進階指令，對方近況，例如啱啱結婚，具體語氣同成語要求，睇下生成嘅祝福即刻變得獨一無二。唔滿意，隨時叫佢改到你滿意為止。文案搞掂，輪到拍你自己。記住，最緊要揾一面純色牆，咁樣後期軟件就可以一鍵構圖，將你放落任何靚背景度，動作唔需要複雜，拜年微笑已經夠晒。最後一步簡單到極，打開剪影，點擊開始創作，點擊模板，選擇你中意嘅新春祝福模板，點擊去使用，選擇你啱啱拍好嘅拜年片段，點擊下一步，點擊軌道中的圖像，揾到個構像功能，點擊智能構像，圖像背景就構除成功啦。懶得自己錄音，咁就點擊文本，揾到 AI 配音，將 AI 生成嘅祝福貼去文本坑度，點擊右上角應用，揀個中意嘅聲音，最後點擊右上角下一步，等一陣，配音就生成好啦。最後我哋加個煙花特效，點擊返回，點擊畫中畫功能，點擊新建畫中畫，之後去素材庫搜煙花，揀個你中意嘅煙花，點右下角添加，揾到構像功能，今次揀適度構像就得。最後執一執煙花同啲字幕嘅位置，擺得靚靚仔仔，就大功告成啦。最後我哋一齊嚟欣賞下完成嘅效果啦！祝姐姐姐夫新婚甜蜜，馬上幸福，並駕齊驅，馬到功成。睇到啦，由一句 AI 指令到一條充滿誠意嘅拜年片，就係咁簡單。今年用你嘅創意同科技，送出一份真正會被人記住嘅祝福啦！